Hello，我係 Kiri，歡迎嚟到 Chat 真啲。嚟睇下呢張相先啦。咁多人舉住個牌示威係搞乜嘢啊？一 check 咧，原來係美國總統特朗普最近出於政治目的喺度打壓啲國際學生啊，瘋狂吊銷簽證。啲學生咧同埋教職員工就紛紛抗議啊。呢件事咧就要從美國政客嘅被迫害妄想症晚期症狀開始講起㗎啦。3月14號，一位西弗吉尼亞州嘅議員就叫做 Riley Moore，突然之間好似戲精上咗身咁，整出咗一個叫做阻止中共簽證法咁嘅法案。哇！份法案有成2頁紙咁多啊，簡直就係鴻篇巨製啊！核心論點呢，就係驚中國嘅留學生會竊取美國嘅知識產權、軍事機密喎，又是搬出威脅國家安全嗰套啦。唉，聽到厭晒啦，真係。嗱，呢位議員舉嘅證據有咩呢？23年嘅8月啦，就有5名嘅中國留學生喺 Michigan 嘅格雷林營軍事基地附近被發現嘅。美國當局就指控佢哋對夜訪該軍事基地一事講大話，並且咧仲要試圖去掩蓋行蹤，認為佢哋嘅行為咧可能係同間諜活動有關嘅喎。但係佢哋調查咗成年幾咧都冇結果咯，最多就係當時佢哋喺基地影咗幾張現場嘅相。誒，點解就憑咁樣就可以去指控人哋係間諜罪㗎啦？所以其實呢啲都係美方嘅一言堂嚟㗎咋。而且咧，佢哋要喺啲學生全部離開晒美國之後，先至起訴人哋喎，好難俾人認為係刻意炒作同埋製造輿論咯。你哋以為就咁出咗個法案就算數啦？跟住佢係接落嚟特朗普團隊嘅神助攻啊！4月11號直接上演咗現實版嘅簽證大屠殺。據美國嘅教育網媒 Inside Higher Ed 嘅統計，截至21號已經有成260幾所高校嘅1680幾名國際學生嘅簽證就被吊銷咗嘅。受影響嘅學生咧，有來自亞洲噶啦、歐洲噶啦、中東噶啦，咁即係度度都有，涉及哈佛、Stanford 等等嘅私立名校同埋好多嘅公立大學啊！哇晒，好一個美式霸總劇本啦，簡直精彩過連續劇啊！特朗普政府呢一波操作咧，就係拉人靠玄學嘅，拒簽就靠抽簽嘅啫，完全就冇依據可言嘅。被取消簽證嘅留學生入邊咧，有啲係有被捕但係未定罪記錄嘅，有啲咧就僅因為一份交通罰單都受牽連嘅喎。仲有呢度仲搞笑啦，純粹因為生得太安全啦，都俾人 cut 咗簽證喎。咁咧就有4名嘅中國留學生起訴咗美國政府，話咧你哋根本就冇提供任何通知、聽證同埋證據，僅係憑模糊嘅國家安全呢幾隻字就終止我嘅學生身份，係屬於違法嘅喎。2025年呢，中國嘅留學生人數逆勢增長咗10%啦。喺現時呢個搶人才仲要激烈過搶限量版波鞋嘅年代，法國啊、英國啊、意大利等等一啲歐洲國家呢，爭相推出咗一啲獎勵嘅政策，希望可以吸引到國際學生啦。但係美國竟然喺呢個時候閉門趕客喎，簡直咧就喺度同全球嘅人才發勸退通知書啦。而家突然之間改玩呢個叫做簽證盲盒，你打開之前根本唔知道係驚喜定係驚嚇咯。當代留學生嘅選擇困難症都 upgrade 咗2.0版本噶啦，既要比較學校嘅 QS 排名咧，又要去研究一下究竟乜嘢國家嘅啲簽證政策唔會唰一聲變咗嘅咧？要我話，而家揀留學目的地就好似揀男朋友咁噶，你淨係睇顏值，睇學術實力係遠遠唔夠嘅，你仲要考察佢會唔會突然之間家暴噶，即係要去諗一諗有冇咧政策改變嘅風險。英國嘅自然雜誌喺美國嘅科研人員當中進行咗一項調查，結果咧就顯示有75% 嘅受訪者係考慮離開美國噶。佢哋可能早就靜靜雞喺度更新緊 LinkedIn 啦，將求職地點改成加拿大啊、歐洲啊呢啲啦。受特朗普嘅中國行動計劃影響，喺20到23年之間，已經有3800幾名嘅華裔科學家決定歸國噶啦。再咁搞落去咧，美國嘅呢個全球創新思維嘅寶座實要讓出去噶啦。如今咧，中國高校嘅超算啊、基因編輯嘅等等技術咧，已經喺全球前列啦。美國再咁樣搞學術封鎖，恐怕係會逼出更加多嘅科技海歸，助力中國科技發展咯。
咁呢場鬧劇咧，揭穿咗兩大真相啊！第一咧就係美國一部分嘅政客真係患咗呢個叫做中國威脅妄想症咯，而且已經從地緣政治滲透到去教育領域㗎啦，腐蝕咗學術自由嘅根基啊！第二咧就係全球化嘅浪潮根本就擋唔住嘅，全球科技競爭嘅核心就係喺人力資源上邊，呢種損人不利己嘅嘢咧，就係得美國先做得出㗎咋。好，今日先傾到呢度，再見。